高 Sir 向大家推薦國慶節夜遊北京的路線。第一搭地鐵。係啦，而家咧我就搭地鐵。北京嘅地鐵。經長安街去王府井大街，它是北京多個世紀以來進行商業活動的地方。這條繁忙的商業大道有現代化的大型商場，也有保留舊式外牆的古老商店。晚上店鋪霓虹招牌開始亮起，匯集了大型購物中心、老字號商鋪、美食街和古老建築，是購物、品嚐各地美食、觀光和感受民族風情的好去處。成班小伙伴堅持到底就是勝利。大家都哇，係啦。高 Sir 推薦遊客可利用共享單車在長安街及周邊騎行，欣賞夜晚點亮的宏偉天安門城樓及華燈初上的京城景色，體驗中國式的浪漫與文化氛圍。夜間燈火璀璨，天安門城樓在燈光下熠熠生輝，五星紅旗隨風飄揚，展現出莊嚴肅穆的氣氛。通常從北京站附近開始，沿住長安街向西騎行，終點可抵達天安門。對許多遊客來說是一次難忘的體驗。我們在新中國成立76週年，祝祖國生日快樂，祝福祖國繁榮昌盛，國泰民安，祝願港澳地區繁榮穩定，市民幸福安康。